客廳地板唔平，唔怪得響屋企坐響度都覺得攰。好多舊屋嘅地板都會忽略一個細節，地板要平。朋友小林屋企舊式老房改造，客廳地板有輕微嘅高低落差，肉眼唔覺。不過平時行路能隱約感覺有啲唔平。佢一直都疑惑住，點解屋企置得都舒服，軟腍腍嘅梳化瘦，但係冇辦法安心留屋企，坐耐咗會莫名疲憊浮躁。後來翻新改造，專門做翻新地下，重新鋪設地板，成個客廳嘅感覺不一樣咗。佢話依家赤腳踩在地板上穩穩當當，腳步踏實了，成個人都放鬆咗，越嚟越中意留響廳度。居家小感悟，平整嘅地面帶來係穩穩嘅居住安全感，空間動線順暢，居家心境都會跟住鬆弛平和。真正治愈嘅居家舒適，往往藏響腳底嘅細節位。屋企係治愈身心嘅港灣，每一步安穩落地，都係生活嘅小溫柔。你哋屋企嘅地板踩起嚟係平整舒服嗎？歡迎留言區交流分享資訊。